恁想看，爸疼咱到怎样，互咱称作上帝的囝？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伊即个捌真爱。恁紧啊着磨担重重的，着就近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爬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请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41首，341首。我担专心迫切祈祷，我担专心迫切祈祷，爱得天父大恩，求爸带念我的中保，抢事伫即时阵。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担专心迫切祈祷，爱得天父大恩，求爸带领我的中保，抢事伫即时阵。请坐。这是请咱用主的祈祷文，咱三个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请咱来启用，请咱掀开要看圣诗的啦，伫圣诗的后面11篇，11篇诗篇32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肝干，佮心无干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明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
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驢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请咱三甲过来吟圣诗230首，230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一齐我上帝面前，大声吟诗学乐以真，上帝至尊，人人着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救赎阮的主，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悬大，你是应该受阿乐、受尊重的。伫你所设立的圣日，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我们欢喜永远踮伫耶和华的殿内，我们来学了你，感谢你用不变的听来听阮世间众人，将你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赏赐世间，为着阮的罪来赎回阮，替阮钉伫十字架顶。感谢你，伫阮还阁伫罪恶中的时。要毋捌认捌你的时，你就提升来听阮，互阮会当脱离罪恶，会当踮伫光明中间，无受着罪来捆绑。主感谢你，求你来帮助阮，时常会当警醒，互主耶稣来踮伫阮内面，会当成做阮生命的主，将阮的生命的主权来交互你。
阮才会当将阮的重担放落来，伫你的内面会当享受真正的平安甲安息。当阮搁一遍要来领圣餐，要捧杯、食饼，要来纪念你的时，互阮会当清楚，阮的性命是对你来想事。阮若无主耶稣会受苦流血，阮就无得到新的活命。这白白所得的恩典甲永远活的愿望，阮拢着带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来学着你。阮知你无应允，每一天拢是好日子。有时灾难随时来到，阮举目看世界侪的灾难，有地动、极端的天气，甲即几年变种的病毒，人甲人权的问题。阮有时阵，阮无法度了解侪事会发生，总是阮知世上的一切，拢掌握伫主你的手中。主你帮助阮，将阮的心目会当放伫永远活的生命，无看世上这一切的事较赢伫你。互阮会当清楚，世间是暂时的；互阮会当深信，阮的福分是对你来，只有辛苦你，阮的性命才会当更新。主你来帮助阮，会当搁较会晓来敬畏你，搁较深来敬拜你，搁较深来经历你。阮为着10月15教会4年一摆中一个选举来祈祷，求主为着教会来备办所要选出的这个同工，互阮所选出的同工会当来协助牧师，为着圣工需要无同款恩赐的人，求主也将服侍的心来放伫你所要竞选的这个人的身上，备办因的心，用奉献的心，互主来采用。阮也为着阮教会侪的青少年，甲阮这细囝来祈祷，求主互因伫主日学、伫少年团契、伫妈仔团契、伫社青团契的时阵，拢会当得到真好的造就，使福音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一世人会晓来跟对你，一世人来服侍主你。阮也为着阮侪年长的兄弟来祈祷，伫因肉体渐渐伫衰烂的时，来帮助因用信心来倚靠你。特别阮为着姚文杰，现在还搁伫家护病房，求主来怜悯伊，来看顾，来医治伊，会当来恢复伊的健康。我嘛为着敏儿姐的心脏的问题，无法度行路会喘的问题，拢会当得到主你来医治。阮还阁侪阮的兄弟身躯的病痛，因的艰苦，求主拢来会当照因逐人的需要来医治看顾因。特别来为着阮的牧师的手，伫恢复中间，求你来帮助伊，互伊会当紧来恢复。恳求天父上帝，特别来恳求你会当来赐平安，甲遮的所有的人同在。阮将阮今仔日的恳求、感谢，拢摆咧伫你的面头前，也将阮今仔日的敬拜来奉献互你，愿主你来感答。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
即是请咱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的是《创世纪》38章，看24节到26节。《创世纪》38章24节到26节，请我来请大家来看，我来读24节。约略过3个日，有人甲犹大讲：“你的新妇他玛做娼妓，佮因为惊淫，煞有身孕。”犹大讲：“甲伊拖出来烧。”他玛互人拖出来的时，就找人去见伊的大官，讲：“这个物是治罪的，我就是对伊来怀孕。”佮讲：“请你认，看即个印、甲带、甲管仔是治罪的。”犹大认得就讲：“伊比我较有义，因为我无将伊嫁互我的囝示拉。”对迄碟犹大无过亲近伊。圣经咱看到遮，即是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咱就来吟诗。
请你团导师来讲道，讲的题目是犹大的行为。各位兄弟姊妹来平安。伫咧讲道的大声，咱同心来祈祷。赐人平安的主上帝，阮伫今日透早要来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感谢你，互阮经过一礼拜的调磨，嘛互阮的敬听的苦牧师开导会当顺遂，嘛求你来帮助牧师伫这段时间的休困，会当来赶紧得到复原。阮同心要将以下的时间拢交伫你的手中，求圣神来引带带领，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定心来思考阮的生命，互阮毋若是听道，更加是伫生活中间来行出阮所听到的道理。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顶礼拜我有讲到，讲约瑟的故事未完待续，还未演煞的，今仔是续集。但是当毋知各位兄弟姊妹敢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咧看追剧的时阵，看连续剧的时阵，迄编剧拢会挑工伫迄上最后要结束的时阵。留一个尾伫遐有无？啊，互你想要安怎？紧嘞，后一集要演啥？要演啥？紧甲试了，对毋对？其实我有时阵拢足讨厌即种安排，因为安尼会害我一暗拢看几啊集安尼，啊，拢无好啊困。今仔日即个经文嘛是安尼，顶一章咱敢会记得最后一段是咧写啥？咧写讲最后约瑟互人卖去埃及嘛，对毋对？但是奇怪，咱会转到38章。恁应该会感觉真戆影吼，就想讲即次是咧演啥？是毋是跳去别集去啊？是安怎会雄雄来演到犹大的故事吼？各位兄弟姊妹，千万别转台。其实你无看毋对。其实当咱咧看讲为虾米38章会插伫即个37章到39章中间，恁知影为虾米吗？恁咧读的中间敢有啥物想法？为虾米雄雄？拢来记载伫即个约瑟的故事了，然后阁跳来犹大，阁伫39章阁跳转去约瑟，这是为虾米？这其实就亲像一种迄种作者伊咧编写伊的故事的一种手法，就亲像咧演电影有无？甲演连续剧毋是拢有分镜吗？像即个人安尼，结果跳到伊厝内的人安怎？就是伊挑工要透过即种分镜，也是讲。迄个视角的无共款的转换，来表达讲即个咧帮助咱遮咧看剧的人、看即个故事的人，会当更加来了解即个故事中间的即个时间线是安怎来进行的。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去对37章第20节的时阵，敢会记得？迄阵约瑟几岁？17岁，吼，伊17岁，一直到41章哦，41章的46节。伊则讲到伊做埃及的宰相的时阵是30岁，也就是讲，其实伫即段中间，即个时间已经过了10几冬，有发生侪的代志，佮包括是犹大伊离开伊的厝，佮伊的兄弟。所以伫即个中间，咱就会来看去经文中讲，大约迄时犹大离开伊的兄弟，去住伫一个亚杜兰人西拉的厝附近。啥怎伊要离开？犹大啥怎要离开伊的厝甲伊的兄弟？敢讲是因为卖约瑟咧分钱的时阵分袂平吗？还是讲因为卖约瑟这件代志造成因兄弟之间的一个冲突？咱毋知，这可能这是咱想象的。毋过伫遮会当来了解一个原因，就是为虾米第38章要插伫即个37章甲39章的中间？其实伫神学顶面有侪的即个讨论。咱来看即个中间到底有啥物关系？当咱来详细来比较头前后壁来看的时阵，这其实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法，就是对比，而且是一款交叉的即个叙述的一个方式。伫头前，咱看到雅各伊的后生为着要卖约瑟的代志，然后来欺骗雅各，这是一个欺骗。
然后阁有他玛，伊是为着要对伊的翁婿尽忠，所以来欺骗伊的大官，拢是欺骗，但是出发点无共。阁来第二段，即两段故事内底拢有啥物？证物、证物，就是证据。约瑟伊的兄哥摕啥物？摕迄领染着山羊的血的衫，来诚做约瑟死亡的证据，来欺骗伊的老爸。但是他玛伊煞摕着犹大伊的囡仔，甲囡仔大，就是别囡仔的大，阁有一个拐仔，要来证明家己的清白，来拯救家己脱离死亡。这嘛是一个对比。过来就是约瑟的梦，约瑟的梦，歹势，约瑟的梦是要来显出做细汉的，要诚做大汉，诚做大的。然后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见以法莲伊嘛是安尼，是细汉的，煞是来诚做承受即个应允甲祝福的。第四点，约瑟伊是无罪的，但是犹大煞诚做有罪，但是伊有悔改。其实，当咱来看见圣经的记载，常常拢有即种对比的方式。其实，伊是要为着互咱遮读的人会当更加来深刻来体会着，其实人的问题拢差不多啦。无论是几啊千年到今嘛，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咱人的问题其实拢差不多啦。但是上主煞一直伫无共款的状况、处境内底来做新的代志。而且，遮个人无共款的人，面对遮真相像的代志的时，因面对的方式嘛无共。所以，经过今仔日安尼说明，会当来互咱更加来了解的，就是创世纪的作者谁要伫38章将犹大的故事安插伫37章甲39章中间。这就是为着要显出犹大伫即章的中间，伊的性命发生转变哦。也伫到后来，伊嘛变做一个完全无共的人，也互上帝的应允透过他玛伊的尽忠，阁有犹大伊的悔改，会当继续伫雅各因兜继续传落去。所以，当咱来看见即个上帝所拣选的家庭，恁感觉即个家庭好无？好吗？即个家庭的关系好无？厝内亲人的关系好无？介上无介好吼，咱看雅各甲以扫的关系，一直到雅各伊12个囝彼此的关系，拢一直存在迄种轻分啦、计较啦、怨妒啦，即种无共款的即种情绪伫中间。所以人讲吼，言教不如身教。我咧准备这篇讲题时，我嘛咧想讲，其实吼，若是雅各伊时常来甲伊的囝分享，到底即位上帝是安怎引带因的家族。经过遮困难的代志，经过遮的苦难，经过遮的试炼，可能我想因的囝应该对这位上帝生出更加较侪的敬畏吧。也是讲雅各敢有将上帝对伊的怜悯，上帝对伊的疼甲恩典，嘛共款来显出伫伊甲伊囝的关系内底吗？若是有安尼，伊遮的囝应该彼此袂有即款的冲突吧。所以这嘛是咧提醒咱，虽然咱伫咧信仰的中间，拢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甲疼，但是即款的经历嘛帮助咱会当真自然的来听上帝、信上帝，来到教会来礼拜。但是这其实是无介困难的代志，因为这只不过是咱接受上帝的疼，甲回应上帝的疼一种方式尔。但是更加较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爱得到转变。就是基督徒应该因为信上帝，伊的生命爱得到改变，然后这种改变是会当互伊伫伊的生命、伫伊的生活中间，甲人的互动、言语顶面、关系顶面，拢会当因为上帝来得到改变。所以今仔日咱就透过犹大的行为来看见伊一生的转变。犹大伊离开伊的家甲伊的兄弟。去到阿杜兰人西拉的厝附近，去遐就带一个迦南地外邦的人的查囝，然后伊生3个囝，大汉的叫做尼，第2个叫做俄南，第3个叫做西拉，然后就直接跳过
中间的故事，跳去犹大帮伊的大汉囝娶一个某叫做塔玛。但是即个犹大即个大囝吼，伊是一个互上帝看做恶的人，所以上帝就互伊死去，互伊将伊互伊死去安尼。虽然伫经文中间，咱无看见你到底是做啥物歹代志，递到上帝的审判临到伊，但是我想应该是因为伊的罪恶已经到上帝无法度忍受的状态，所以上帝才互伊的性命来结束。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你敢有感觉颠覆你的三观？敢有？你敢有感觉讲，哦，哪会是这种剧情安尼？其实。当咱咧看的时阵，咱可能会感觉讲，哦，即个创世纪的作者真正是甲即个家族内底好的、歹的，拢记甲清清楚楚。即个作者完全无想要替遮个人安看任何歹的代志，这嘛是互咱看见讲，其实基督徒就是安尼啦，有好嘛有歹，但是咱拢诚实伫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引带。所以伫遮，咱爱当来看见即个文化内底因的行为，怎会安尼做？伫迄个当时，迄个文化就是，若是大兄无留后代，然后伊就过身了，即个做小弟的应该爱娶即个哥哥的太太，就是阿嫂，然后替即个兄哥生一个囝来，互伊传宗接代，然后传承即个伊的血脉，然后佮继承即个大兄的财产。伫遮，咱会当来看见讲，迄当时俄兰伊嘛是第二个囝叫做俄兰，伊嘛是安尼，伊嘛是爱爸爸来甲讲安尼，你爱娶你的阿嫂，然后替哥哥生一个囝。但是咱看见俄兰伊安怎做？伊可能是一个吼，甲哥哥关系无介好，所以互伊安尼，伊挑工伫咧，逐摆甲阿嫂咧同房的时阵，挑故意无要互伊阿嫂怀孕。所以伫第9节咱看见讲啥物？伊讲伊每一摆拢安尼哦，伊每一摆，会当看出其实俄南是一个伫咧私欲顶面，无论是对伫金钱的欲望，还是伫咧性的欲望顶面，伊拢无法度好好啊去。做对的代志，伊想要透过这种唔对的方式来得到满足，但是咱拢讲啥物？咱拢讲放纵私欲的会受啥物败坏嘛？所以咱看见最后俄南伊的结果是啥物？伊的结果伊毋是受到欲望，伊是受到死亡。所以犹大吼看到即个吼，伊的新妇会刻迄个红塞吼，就毋敢将伊的即个。毋敢将塔玛来嫁互伊的上细汉的迄个后生啦，所以伊就甲讲：塔玛，你先回去吼，你的后头厝，等我后生大汉了后，才甲你娶。其实犹大即个决定，其实就是咧啥物闪避问题啦。伊就是讲好，你回去，你莫过来你死阮兜几下个人，你莫过来害阮兜的人啊。但是塔玛伊就是伫即种惊吓个无气力、无助的伊个状况，伊互伊的大官赶回去即个后头厝。所以当咱来进入到即个塔玛的即个处境内底，咱会当看见，真正是对迄当时的女性是感觉真毋甘。伫迄当时，女性普遍互人认为上大的价值就是在伫要帮衬迄个红婿生养侪侪的后代。但是塔玛看见即个啥物，即个机会强要拢无去啊！伊无论是红婿过身去即件代志，也是讲互小姐来诚做放纵私欲的即个工具也好，一直到伊即马，伊还回去后头厝来等待即个上细汉的囝来大汉要来甲娶，这时间一冬一冬的咧过，咱会发现塔玛的机会愈来愈少，但是伊无失去毋望，伊一直等到有一天，犹大伊去到亭拿去。迦阳门即个活动，伫迄当时迦南地即个活动是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所以伫即个时间点，其实塔玛嘛算时间咧算讲，安尼示拉已经是大汉啊，啥怎犹大拢无要将我搁嫁互迄个示拉，
所以伊就想讲，安尼应该是犹大伊无爱搁互伊去到因兜啊。所以伊就挑过，伊今仔伊就想一个办法，伊就是装作是一个妓女，然后去到一个城门口去等犹大。这真正是他妈最后的一个步数啊！因为这个步数若无好，伊一定是互人掠去烧的。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见经文的今仔日的经文，嘛，互咱看见透过他妈伊的义，搁有犹大的不义，互这个计划成功。其实对创世纪对犹大的记载，咱会当发现，伊是一个为着家己的私欲，会当牺牲别人的人。伫兄弟中间，是伊讲出要甲约瑟卖掉的即个计划，然后伊根本无关心伊的老爸会因为约瑟的死有偌尔啊艰苦，可能是因为伫即个家族顶面，伊常常无得到别人的看重，无得到疼，所以伊敢若关心伊家己会当得到的代志物件尔，伊无不管边仔的人会怎样受伤。一直到他妈的事件，咱会当来看见，伊是一个闪骗问题的人，伊阁是一个放纵私欲伫情欲顶面跋倒的人。甚至咱会当来推测，伊去参加的即个加油门的即个加兰地即个聚会，其实是根本就是连接伫迄当时外邦的即个神明的一种信仰的活动。伫迄个时代，伊的庆典定定是连接伫遐的信仰内底，做伙敬拜因外邦的神明的即个活动。所以嘛，伫迄当时，咱看见犹大，伊看到庙口城门口遐有坐一个妓女，伊其实无感觉真意外，因为伫迄当时的庙市的即个文化内底，阁有一种文化叫做庙妓的文化，就是透过甲遮的女性来发生关系。嘛，诚做因敬拜外邦神明的一种方式。所以，当咱最后看见他妈伊要互人掠出来烧的时阵，伫经文最后出现一句话，伊讲：伊比我搁较有义，伊比我搁较有理，因为我无将伊嫁互我的囝示拉。即句话诚做即整个犹大性命转变的中心，就是犹大。伊承认家己是不义的，伊承认家己无理。犹大过去假扮伊兄弟，搁假欺骗家己的老爸，就是因为伊伫即个家庭中间，伊无经历着疼，伊对老爸的偏心有心存怨妒。但是当咱来看后来创世纪的记载，看到以色列人因当着饥荒，因遮的兄弟去到埃及来祈求遮食物的时阵。迄阵约瑟已经成做埃及的宰相，伊超过伊要试探伊的兄哥，就讲我要将便雅悯留落来。伫迄当时，咱敢会记得是谁来替便雅悯讲话？就是犹大。犹大讲：我愿意替便雅悯留伫埃及做你的奴仆。这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转变吼！一个卖兄弟的人。诚做一个愿意为兄弟牺牲的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伫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伊改变，伊变成是一个会顾虑着家庭的关系、厝内的人的感情的一个人。嘛，就伫迄时，犹大伊透过即款自我牺牲的行为，伊真正是得到伊的兄弟，佮有伊的老爸的认同。嘛，因为安尼，咱看见因兄弟彼此的关系搁好恢复，所以咱来看见今仔日经文，就是要甲咱讲的，就是悔改所带来的功效，就是关系会搁好。悔改会当帮助咱每一个人继续行伫主替咱每一个人所计划的道路顶面。有时阵咱可能会行了歪岔去。透过悔改，佮行倒来上帝替咱备办的路。所以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的家谱安尼讲着：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犹大对他玛生法勒斯甲舍拉，
夏拉这两个人，就是法勒斯跟谢拉。最后，咱看去耶稣伊的祖先，就是对法律师即个人继续传落来，一直到大卫，然后到耶稣。咱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透过犹大的行为来看去，伊真正是透过伊的悔改，互伊成做大卫的祖先，成做耶稣的祖先。伫咧耶稣的族谱顶面有记载5个女性，即5个内底其中一个就是塔玛。虽然伊是外邦人哦，但是咱看去伊受到记载，咱就会当来了解伊塔玛因为伊的坚持，甲伊的忠心，互伊会当得到伊的后代的认同。搁来看较远来讲，其实塔玛伊的坚持是因为伊清楚知影伊家己的使命，甲伊的价值是啥物。所以，伊就愿意顺服、拼性命来争取，而且是用尽伊性命的气力，这份坚持，互耶稣、互上帝对雅各因兜的祝福甲应允，会当经过雅各因兜，一直留甲大卫因兜，搁一直留甲耶稣的亲像，最后搁留伫咱每一个人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即款的精神，也是咱现在的咱会当来学习的。最近咱的教会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要来选长老甲执事。这是一件咱教会真重要的代志。透过每一摆的选举，拢是一摆的传承，互咱会当继续伫即个透过无共款的同工，做伙来传承即份基督的疼。咱的敬听的苏长老，伊嘛伫即届要功能退休，但是我想吼，应该是退而不休啦吼，因为愿上帝当赏赐苏长老伊有更加搁较健康的身体，搁活泼的灵性，继续来成做即个社区中间的祝福。因甲长老娘真正逐工伫迄个教会内底，成做即个社区的长辈真好的一个祝福。所以会有长老的退休，就代表咱会选出新的长老，嘛会有新的执事会来承接即个事工。这拢是要为着将咱文山教会伊美好的信仰的精神，也是讲事工，继续伫即个教会中间继续传承落去，并且来延续伫即个延续基督的疼，会当伫即个社区中间。所以团队嘛邀请大家，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10月15号，咱拢一直逐工来为着即个选举来祈祷。因为咱的教会是要起着伫正人做伙祈祷顶面，而且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发挥逐人的恩赐，而且爱各尽伊的职，就是各尽其职，就是各尽伊的职，来起着咱文山教会。塔玛伊就是透过伊各尽伊的职，他尽了他所能做的，帮助伊的翁婿的家族继续伫主的恩典内面。咱嘛着安尼来尽家己的本分，无论是长职、同工、会友，圣神拢会照着咱每一人的恩赐，替咱伫即个中间来彼此分工，互咱伫咧熟练的家庭中间彼此服侍、彼此扶持。所以，咱嘛着时刻来求问上帝，并且来尽心来操作家己生命中迄个上美好的恩赐，然后就来将即个恩赐献互主来使用。就亲像咱教会素婚节也好，也是赎金节也好，因拢伫社区发挥因祝高主者的即个专长，嘛来成做即个社区大家的祝福。所以最后结论来讲，塔玛伊的付出，互咱来思想家己的身份到底是啥物。塔玛的付出，互咱来思想咱的身份到底是啥物，然后咱的责任佫是啥物，咱要怎样尽气力来去行咱的身份甲咱的责任。佫要透过犹大伊的悔改，互伊成做透过犹大的悔改。互伊成做一个愿意为着家庭甲兄弟牺牲性命的人，因为伊性命的改变，互伊伫咧后来，伊得到伊老爸的祝福，
这个祝福就是王权无离开犹大，伊的后代要久长统治，一直到掌权的迄位领导，万民就归于伊。迄位掌权的是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犹大伊迄款愿意为人牺牲、愿意弃杀家己的性命的即种行为，就亲像伊的后代耶稣基督同款。只是耶稣基督，伊是真罪无罪的羊羔。也因为耶稣基督伊一个人的牺牲，佮为身躯为咱所受的拍破，互咱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会当有一个真实悔改、罪得赦免的机会。透过伊牺牲的宝血，洗清咱的罪，佮互咱有份伫圣神的引带中间，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大卫伊犯罪了后，伊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所欢喜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也鼓励各位兄弟姊妹，伫每一摆咱咧领受圣餐的大圣，咱着备办心来省察家己的罪，搁来思考主伫咱生活中间所为咱所成一切，来献上咱的咱的感谢。互咱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兄弟姊妹，伫圣神的引带中间，来领受彼此合一的心，透过圣神的帮助，互咱甲主的关系，搁定心搁和做一伙。咱同心来祈祷。赢过死亡权势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身体受到拍破。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因为信心甲稳定来甲你同坐道。求你找圣神来激励阮，互阮伫每一摆圣餐中间，生命拢得到属灵的功效，互阮会当来看见你为阮所备办的道路。阮透过每一摆的悔改认罪，互阮时刻行伫你所为阮所备办的道路顶面。阮的同心祈祷，一切荣耀拢归乎为阮牺牲性命的主耶稣祈祷，阿免。咱即时要来收圣餐，请牧师来主持。这是咱要来收圣餐，请咱来吟圣诗第356首，圣诗第356首，咱吟全首，请坐咧吟就会使。咧吟的时，请长老来准备。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咱三角来守圣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决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届要来领圣餐，拢是要来就近主耶稣。咱当时即时，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也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嘛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食了后，佫旁杯讲，即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每一届食的时、啉的时，着今年来纪念我。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摕饼祝谢，所以咱即时照伊的名，奉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即时遵趁着你的命令，摆设一个宴席，是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也圣别摆伫你面前食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的饼甲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的帮赞，互阮会当成做属灵的朋友，也会伫成长中，伫你的恩典内面来荣耀你的性命。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咱请服侍长老。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当咱领受到饼时，咱献上感谢。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每一摆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佮旁杯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每一摆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请服侍丢落。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为咱每一个人所流出的宝血。咱若摕到杯，咱安静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甲咱每一个人所立的新约。所以，当咱每一摆啉的时，咱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咱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人伫地，咱同心来祈祷。
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圣餐，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讲互阮会当明白你疼阮，你爱阮，互阮会当知影阮是你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的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护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当荣光你。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唱圣诗第300，下一首。530。573首。咱来唱圣诗543首。请咱献开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疼我到极，伊要牵我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只是要来奉献，为着圣餐的奉献，要为着咱目沙馆、牧师馆、目沙迄边的奉献。
这边要为着咱今仔主日的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要报告的台声，请咱台声来念今仔日的金句2遍。请。囡仔求救摇花的摇花甲伊亲近，就是亲近遐个城市求救伊的诗篇140篇18节。囡仔求救摇花的摇花甲伊亲近，就是亲近遐个城市求救伊的诗篇145篇18节。好，请咱来看后周的圣经分担。领唱，咱要请所长老苏丽歹势，看错。领唱是我家己本人啊吼。苏丽，咱要请周明祥执事、苏钦信赖文如执事，苏宪是张益如执事甲张忠和执事，招待是张益如执事甲周律健兄弟，音控是李念博执事甲张杰团兄弟。好，咱来看拜三的早间祈祷会，题目是萨摩尼，咱要看第8章。主礼是科牧师，司会是林中和执事。后主日，主礼是科牧师，题目是上帝同在。圣经甲圣诗拢伫遮，咱会使提升来准备。请咱先开教会的消息第6页。第1点，本主日礼拜举行的圣礼典，今仔日圣餐奉献。
要为着咱的牧师目屎迄边的牧师馆来奉献吼。第二点，咱本会要定伫10月15要召开咱临时会员好会，要办理长老执事的改选，长老7名，执事14名，万丰迄边1名。咱长老执事会当被选的名单，咱已经拢打伫咱的公布名，遐咱家己会来去甲看。吼，若无法度要出席的吼，请咱的小会的书记文宏长老来提出，咱会当请咱尽量出席啦吼。第3点，咱欢迎蔡杰欢老师，咱对伫今仔日开始要就任咱圣乐队的指挥，咱来欢迎伊。第4点，请咱各团契伫10月底前来完成咱同工的来改选吼。改选了后，咱会当将名单来交互咱的干事来要同齐来牵伫即个手部。第5点，请各团契开始来准备咱今年度的时间研讨会的文字的报告甲 PPT 的资料吼，要拢交互干事来整理。截止的日子是11月初5。第6点，陈瑞雄弟兄，就是咱以前应该是有30年啊吼，王道会长老伫咱教会王道会长老的先生吼，伫9月15，互安息伫主怀，愿上帝安慰伊家族。伫10月初6上午9点，要伫台中向阳教会要举行个别礼拜。第7点，伫后主日10月初8，10点40分到12点，要伫会议室要开会，请咱教会团结组的同工，请咱会当拢来留步参加。第8点，咱礼服团导师要伫10月初2到初3要前往万里挂彩种花的营地，要去参加牧长在职的进修。第9点是咱10月的寿星吼，咱有牵伫咱的手部，祝因生日快乐吼！牧师要甲因祝祷。咱10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有在场的，请起立，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甲恁祝福。来，咱唱2届吼，唱2届，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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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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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同心来为因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予10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甲阮做伙，阮会当甲因同欢喜，嘛愿主你看顾保守因，予因每一天的日子拢有你赏赐的平安甲快乐伫底，嘛祝福因伫每一天的日子拢领受上帝遐来的恩典疼痛，予因会当甲人来分享上帝所赐的一切。愿主你看顾因。保守因，予因每一天拢有喜乐。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请咱来唱尾遍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今时煞要请柯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保护你，万众。
愿主必宽待你，万族兄弟，兄兄欢喜，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袂倒。咱彼此请安。